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无人会当甲伊抢去。现在，我心恳切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告，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恳切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告，提醒我的主。讲道，张宗阳牧师的正道的题目是需要的只有一件。亲爱兄弟姊妹平安，足欢喜咱会当做伙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是足有福气、足欢喜的。逐礼拜日我若到特别欢喜，因为礼拜日是一礼拜的开始。广告遮歹势，毋是拜一咯，一礼拜的第一日毋是拜一咯，是主日。咱看月历，吼。礼拜日是排伫上头前，咱毋通去互先机一骗去哦。礼拜日是逐礼拜的开始，哇，足欢喜的用敬拜，甲特别会当甲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上帝，用安尼开始。所以新的一礼拜，感谢主，嘛真欢喜，安尼久无伫咱的中间，咱也毋是真熟悉，毋过会当见面，嘛足欢喜。感谢主，咱要做伙领受上帝话，咱先同心祈祷，听从主愿意踮伫阮的中间，阮羡慕你，嘛羡慕你的话，阮嘛羡慕你的心来感动阮。主，互阮用谦卑欢喜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愿你的圣神嘛，通过你家己的话、你的信息来感动阮、摇动阮，互阮嘛真正听到你的话来顺谈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像我今仔日的情形吼，我以前会去教会。捌去几个教会，有人会甲介绍，即个母咪姊妹是阮的马大姐，嘛是会讲遐个姊妹就是阮教会的马大姐。我听了，我知影讲，得甲我讲的人，伊是足感谢，迄位姊妹，也是遮个姊妹伫教会的奉事。伊嘛安尼在欢喜，毋过我另外一方面，我嘛安尼在想呢。讲迄位姊妹，也是其他遐个姊妹，若知影今仔日咱的主题经文吼，毋知心内会有甚物款的感想啊？今仔日主题经文是咧讲甚物？讲到马大姐，有当时互咱会感觉讲，咱亲像一个标签呢，一个飘头。教会若要无用，想到某人，有的兄弟嘛是安尼哦，想到什物兄弟互伊来无用，若要搬物件，都什物人安尼，毋知会变做啲大飘头未？咱今仔日圣经在是记载主耶稣伊带伊的门徒要去耶路撒冷要入去耶路撒冷的以前，先来马大、马利亚因兜。主耶稣是带伊的门徒，
毋过受招待，敢若主耶稣尔受接待，其他的门徒去倒位，毋知继续行，要去耶路撒冷，替主耶稣为主耶稣准备一寡物件，还是游园伫迄个庄舍，伫无用啥物，咱毋知影。不过就是主耶稣得到马大、马利亚因即个家庭的接待。啊，犹太人看接待人其实足重要的一个美德。啊，到伫新约嘛有安尼在甲咱教示哦。总是咱注意今仔日这段的圣经，咱就会当知影。马大毋是讲啊，社会看讲接待人其实是一个美德，是一个应该做的代志，所以我接待这个耶稣，毋是安尼哦。咱看伊尽心在接待主耶稣，安怎知影讲接待主耶稣？因为伊称呼耶稣是主，当然主有时阵是咧讲神圣。毋过咱看这段圣经节有3遍讲到主哦，有3遍。这段圣经节有3遍讲到主耶稣，讲3遍主。啊，所以马大伊诚心地接待主耶稣，啊，这是咱足好的模范。咱基督徒有足侪代志都爱做。咱嘛欢喜为着主耶稣的名，甲人服务。除了家庭生活、教会生活以外，所以咱嘛是会参与一寡社会服务的工作。佮主耶稣的教示、圣神的感动，咱的心真软，会有慈悲的心。咱看到有人有需要、有欠缺，咱会甲因斗骹手，甲因帮忙。所以咱的生活会当过甲足充实、足有意义。咱注意一项，咱伫做这个代志，伫无用这个代志，包括伫社区伫服务，还是伫帮助一寡人，毋是讲哦，我着做这个善事、这个功德，上帝才会听我。毋是哦，咱基督徒和一般的人，安尼讲起来，咱真特别。咱是因为先得到上帝的听，得到耶稣基督的怜悯救赎，所以咱欢喜通过咱的服务、咱的奉事、咱得甲人帮忙等等，来回应上帝的听，互人知影对咱的所做，来知影上帝真正是听人。上帝在关心人，至少对咱做一个基督徒，互咱看到主耶稣的宽恕。虽然咱毋是做了真完全，所以咱在做这服务，毋是出于讲哦要得到保庇啊，社会老讲要得到福报，咱才在做这个代志，拄拄颠倒头边。实际上，咱基督徒。咱信耶稣，咱就已经得救，得到上帝的救恩。咱咧讲得救，还是讲上帝的救恩？这个得救也好，还是救恩也好，这是一个通称，足内面的内容足侪项哦。若要列起来，至少有10项。啊，咱毋知影，咱讲得救。其实在问讲什么做得救，可能咱嘛讲袂着。至少有10项。但伫圣诗的内面，咱古圣诗吼是452首。上帝听堂他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叫我比。遮深。充满伫我心内，因为伫圣经福音，我的心会当平安自在。圣神稳定，哪会这快，互我深知过失。
因为对信承受福音，深受感化，换心圣洁，互咱会当得到换心。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倚靠，会得你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得到迄日。这首诗就是将迄个救恩讲出来，嘛无完全呢，嘛无完全。所以咱会当知影讲，迄个救恩，也是讲上帝拯救，实在是足丰富的。有当时咱怨东怨西，有当时我无采我咧信耶稣，上帝你伫倒位？其实咱得救，耶稣基督拯救咱。迄宝藏啦，咱家己毋知影尔。咱是上帝先听咱，咱才知影，咱才会当听人。因为上帝伊是听，所以咱领受，所以咱受圣神的催逼，咱欢喜做工。咱这款的回应应该是真水的，毋是讲迄个善有善报，福有福，迄个恶有恶报，毋是。当然，这嘛是真好啦，毋过咱比迄个应该是得爱搁较关一级才对。马大伊真心地接待主耶稣，咧款待主耶稣。毋过圣经原文的意思这真歹翻译，真歹翻译。圣经原文用的字，那像咧叫咱注意讲，平平伫迄个现场，伫马大马利亚因即个家庭，或者讲就是客厅，伫迄个现场的中间，咱小可注意一下，另外有一个镜头，就是小妹玛利亚坐伫耶稣的骹前，还是坐伫耶稣的骹下，还是坐伫耶稣的骹边，咧听主耶稣的教示。这是伫迄个现场另外一个镜头。安尼两个镜头，咱注意甲看。马大伫遐真热切咧款物件，总是伊拄到的问题，就是代志多，心混乱。我所想着讲，他干那我一个都无用，他是我，他毋是别人，他无别人和我做伙。我头一个看，哎呦，玛利亚，那像足轻盈呢，坐伫耶稣的骹前，坐伫耶稣的骹下，咧听主耶稣的教示呢。想到主耶稣，老师，那像拢甲我放袂去是安尼，无采我安尼无用试试，伊到底有咧甲我指导无？伊讲啊嘛，那亲像嘛安尼真专心，所以迄个时阵马大就出来，伊歹势讲伊的小妹玛利亚，也毋对啦。所以，甲主耶稣讲：“老师啊，你互阮小妹踮遮，放我一个，放我家己一个对无？安尼敢有公道？安尼敢对？哎呀，咱毋通批评马大，讲你有够计较的。接待主耶稣，毋得专心，毋通嫌东嫌西，毋通计较。你做一个姊妹嘛着牺牲家己，互你的小妹安尼会当好好听耶稣的教示。咱嘛毋通讲这个马大遐紧着因为外界的情形，着心内无爽快，着抗议。咱毋通凊彩讲的毋通心内安尼想其实
咱嘛得爱注意，这个人有伊的界限，有伊的界线。我咧看马大伊嘛足想要听主耶稣的教示呢，是毋是？啊，主耶稣因马大，马大。我相信主耶稣毋是讲马大，哦，马大，迄是什么款的声音？我相信是温柔的声音，温柔，佮真了解的心。主耶稣知影，马大，你为着代志多，心浑杂，操烦无用恶杂。其实主耶稣知影，伊当前，咱教会讲当前，就是即马中文在讲同理心啦。啊，主耶稣其实有甲伊欣赏，有注意到，啊，主耶稣在讲话中间，毋过所需要的只有一件，说落去，马大已经经着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啊，咱看今日这个金句吼，好学本中文的圣经话，经着迄个上好的福分啊，其实圣经原文无迄字福啦，无迄个福气迄字吼，迄份，上帝爱咱行的路，有当时啊，迄份毋是偌好哦。当然到最后是足好的。固然伫短时间内面讲，啊，他安尼，上帝哪互我积分呢？啊，但主要所讲，马大敬着迄份是上好的，佮无人会当甲抢去。其实，那照福音路加福音的记载，主要说这边要去耶路撒冷。啊，过来马大马利亚因兜，圣经记载，耶稣受接上天的日子得要到，就决意要去耶路撒冷。受接上天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要受接上天，大起先的以前，大起先得爱安怎？受难，对毋对？伊就是要受定十字架。不管安怎，这是主耶稣。那照约翰迄个路加福音，就是最后一遍，嘛干那一遍来耶路撒冷尔。马大真热心，可能伊是大姊啊，因为伊的名马大意思就是夫人呐，就是贵夫人呐，哦，伊来接待。不过，伊嘛真正真欢喜，诚心诚意地款待耶稣。不过玛利亚敬着是伫主耶稣的脚前。咱伫遮咧讲，坐伫耶稣的脚前听伊的教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玛利亚在听主耶稣的教示，只是听。是迄个连续性、未完成的动作。这句话，主要所讲的话，主动词、主动词是听，啊，这个听还未完成，拢继续在听。这个玛利亚哪亲像听主要所的教示，我要搁听，我爱搁听，继续要听落去。玛利亚坐伫耶稣的脚前，坐伫耶稣的脚前，这实在是一个谦卑的用语，意思就是在指讲做某人的门徒。玛利亚已经家己认为讲，伊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伊要搁继续听主耶稣的教示，
要正做主耶稣搁较好的门徒。过去巴克的译本，咱即马常常用的台语汉字本吼，原来是罗马字，后来改写做汉字，将即个门徒改翻译做学生啊。因为古早的厦门话含咱的台湾话，无即个门徒即个词，就来学，安尼无论去私学啊，也是讲去学校，拢是讲做学生用安尼来伫翻译。讲到学生，实在伤轻松啦。英语讲做 too easy， too easy。其实门徒是甚物？咱台湾话，较我咱的台湾话，也是讲较我门徒，用咱的台湾话来表达，就是师啊啦，就是徒弟啦。少年囡仔要学功夫，要学工艺，就爱拜师学艺。普通是3冬4个月。即马少年的可能无啥知影，普通爱3冬4个月。你要拍铁啊，你要学剃头等等。伫即中间，就爱好好观察师傅，伊安怎咧做代志，伫做伊的工课，爱好好来学遐技术。那安尼哦，师啊，就爱带点师傅因兜，甲师傅斗骹手厝内的代志，包括斗带囡仔。会使时啊，就烘面汤水，烘面汤水，互头家、互师傅、互头家娘洗面。头家娘啦，叫伊讲你去买一个豆浆，你去买一个菜，你去做啥物代志？师啊，就爱做跑腿。这就是门徒啦，这就是徒弟啦。咱基督徒原来意思就是耶稣的门徒。基督徒这个名是对安提阿开始，用基督徒，其实就是讲，这个人就是在学耶稣的人，这个人就是在对耶稣的人，这个人就是耶稣的徒弟，这个人就是耶稣的师啊。用基督徒这个名来伫称呼耶稣的师啊，还是徒弟？其实安提阿的教会，后来其他的所在嘛，拢相相款。这内面有迄个看轻的意思，嘛有排斥的意思，甚至因为因做耶稣的师啊，还是徒弟，因会失去一寡权益。咱今仔日无法度通说明这个代志。所以，做耶稣的徒弟，还是讲，互人叫做基督徒，原来是，咱说我用较粗的话，互人看衰呢，互人看衰呢，因为这个人的信仰甲一般人的信仰无同。不过，上时做基督徒，做耶稣的徒弟。人会尊敬，会尊重，因为因的生活、因的生命变做有无相相款的品质流露出来。可能是另外一方面，因有主耶稣基督的活命流露出来，有因的生活有见证力，所以社会人买老伊。伊遮好怎啊甲我比落呢？比我的品质拢比因较输呢，所以宁可甲排斥，安尼排斥。我嘛会记这以前学生时代，迄个考试会偷看的吼，遐会偷看，对迄个成绩好的，我哪会排斥呢？因为看到伊，就互我想到我都偷看呢。我有这个好的成绩，其实是偷看，所以莫有这个人较好啦。所以基督徒伫迄个时代，互人排斥，互人欺负，毋过
常是人的心内，其实对这人真欣赏。所以有人嘛会找基督徒，互因带来信耶稣基督。所以伫安提阿信主的人哪加添？玛利亚坐伫主耶稣的脚前，伊咧表白，伊是主耶稣的门徒，伊做主耶稣的师仔。玛利亚导致师傅呢，看啊足青草的足侪物件，安尼讲起来，是毋是咧讲？无安尼好咯，咱大家拢来参加查经班，咱来参加祈祷会，大家拢来礼拜，当这服务咱拢毋免做啊，是毋是安尼？咱看圣经，伫即段圣经，咱若有圣经方便吼，即段圣经咱的记事头前记载什么？主耶稣讲起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主耶稣在勉励咱这做伊门徒的人，来做人的好厝边，特别是遐个权益受看轻、受忽略的人，特别是社会无受尊重的人，特别是遐个受无公平待遇的人，特别是遐个受欺负、受压迫的人，咱都要做因好的厝边。主要说，佮安尼讲哦，伫迄个好的撒玛利亚，即个譬如诶圣经节内面，讲咱若会当关心遐个受忽视的社会边缘人。会当帮赞扶持遐个受欺压的人，等等，这个欠缺需要的人，咱就是活伫上帝做王，活伫永远活命的国度内面哦。好，撒玛利亚人的譬如，主要说是足宝贵的圣经节。总是，咱看卖，迄个记述了后，刷落来就是咱的主题经文。你甲咱讲什么？当咱咧做这欠缺有需要，互人欺负、互人剥削、互人剥削，这个人的好处边的事，咱都爱倒转来。倒转来听主耶稣的教示，搁来想讲，咱伫教会服事、伫社会服务、咱伫上班等等，包括做社会关怀的工作，咱倒转来听来想，安怎才真正会当表现咱做主耶稣门徒的角色、品质、活命。毋是讲遐个代志无重要，是咱着爱倒转来，咱着爱倒转来主耶稣的脚前，听主耶稣的教示，听主耶稣的教示，伫咱今仔日上具体，毋是讲其他，毋是上具体的表现。第一就是听讲道，第二爱读圣经，这是咱长老教会的传统加尔文的教示，总是毋是干那安尼，毋是干那安尼。不过这两项是上具体、上具体。咱逐日、咱礼拜日来敬拜上帝，无意中就会当听到主耶稣的教示，就是讲道。总是咱平常时爱读圣经。上帝话通过圣经来传达给咱。我拄则对咱的黄长老有听到
咱已经偏有算哦，明年咱要买现代台语圣经，遮大本的圣经哦，真毋望咱就来读，要来读。教会有准备公用的，咱伫厝呢嘛爱读圣经，要读，就是读咱现代台语的本。拄则我有讲，今仔日的金句，中文的圣经加一字福啊，福啊原文都无。啊，诗篇23篇，诗篇23篇，迄个好啊本的圣经嘛讲福悲啊，圣经无迄字福呢，迄天落去的呢，毋是讲毋对，毋是讲毋对，不过迄个意思那真像含迄个圣经原文所要表达的，敢若有无相像？咱就来读最新翻译，咱家己台湾话的圣经。我第一遍将圣经对头到尾读到了，第一遍就对初三到大学3年，拢总7档。真歹势！少年囡仔读一日停3日，读2日停1礼拜。华语讲做一曝十寒，不要紧。7年久将新旧约圣经第一遍读了，我感觉足欢喜。哦，我已经圣经拢读一遍啦。安尼对上帝会交代一下。佫一个感觉。我有成就感呢，我有成就感。不过重要毋是这个，咱得爱读圣经。当然，咱不管即马几岁，咱至少圣经对头到尾，若会当读一遍，咁毋是足好诶，对毋对？咱做伙努力，咱做伙努力。当然后来读新人院，规本圣经读诶方式。我读的方式会无相像，咱嘛会当讲，其实要读可能照顺序，先读新约，后来读旧约，第一遍读了，要咧读，咱的黄长老，咱的黄长老伊安尼，逐日哦，毋是讲逐日读遍灵修的时，就是一遍新约，一章新约，一章旧约哦，咱嘛会当安尼读，嘛会使。这边创世纪读了，我要来读马太，马太读了，过来出埃及记，出埃及读了，我要读马可，嘛无要紧，嘛无要紧，咱就好好听上帝话，好好来读圣经。当然我读新人院了后，我后来会用一寡无相像的方式，安尼落去读啦。我迄阵少年的时读圣经，我是全部用罗马字读的吼，罗马字的圣经。咱逐日生活的中间，家庭生活、教会奉事、爱上班，咱有事业，爱去学校等等，无用试试。咱倒转来到主耶稣的脚前，可能咱会想讲，我后时间，我加营，我一寡代志也未做呢，我的问题也未解决，这个问题吼，这个困难无先解决，我无法度啦。关系要灵修的代志，咱毋通用迄个功利的想法，莫用迄个功利的想法。灵修，咱就是咱亲像咧，甲上帝的性命、甲上帝的快乐交托、甲平安的迄个交流。咱的圣眼光途径嘛是足好的帮衬吼，咱会当用，咱会当用。咱这段主题经文了后。咱搁看刷落去，路加11章在讲什么？在记载主耶稣教示门徒爱祈祷，包括
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所以拄拄好，做主耶稣的门徒，咱伫即个时代看袂到肉体主耶稣嘛，咱就是读圣经甲祈祷，读圣经甲祈祷两项合作伙，就是咱所在讲的灵修啦。灵修就是咱灵性两个室，一只鸟啊，飞行机要飞起来，就是两边拢爱有室。祈祷甲读圣经爱做伙，爱做伙。敢若读圣经，容易变做骄傲；敢若祈祷，容易陷落迷信。所以咱着祈祷、读圣经，这两个室啊，这两个室做伙撇撇，安尼咱属灵的生命，才会当较平衡来成长。夫妇会当做伙灵修，介好。全家庭大细，拢同一个时间，大家做伙来，真好。不过有当时啊，全家庭要做伙来，哦，足困难呢。就是夫妇要共迄个时间，嘛无简单。那个人灵修会较自由。若会当全家，若会当夫妇，是足好哦。啊，毋过咱毋通去互迄个绑条咧，咱会当个人来灵修。啊，后来咱家庭的人，还是夫妇，咱就会当分享。有当时啊，要读圣经；有当时啊，要祈祷，心安静袂落来，啊，心内足烦呢，啊，咧烦恼一寡代志。伫即款情形，我爱甲人讲，若会当吟一首诗，还是一则圣诗，就足有帮助。啊，我甲咱推荐，甲咱介绍，那古圣诗271首，261首，新圣诗是348首。啊，咱若有想要灵修的人，请咱写起来。古圣诗是261首，就是新圣诗348。啊，是古圣诗267首。一个261，一个267，就是新圣诗的348、349。咱吟几首也好，一节嘛无要紧，啊，一节甲吟2遍嘛无要紧。啊，是咱要吟古圣诗182首，啊，注释英华美娘。哦，这个圣诗就是新圣诗189首。啊，咱伫厝里若要灵修，厝内人爱尊重，要得甲妈妈嘛当讲啊，我要来灵修一下。啊，厝内人尽量莫去吵。啊，爸爸嘛要安静落来，咱莫去甲吵。爱尊重啊，无搅扰。啊，教会嘛是爱想呢吼，亲像咱的教会主日学的老师。咱伫遮大礼拜，啊，因嘛咧教主日学对毋对？啊，牧师的讲道拢听袂到呢。我当然即马真好，有个教会有印讲章，啊，咱即马嘛会当对电脑、对手机啊来听，吼。毋过迄个感觉、迄个领受，总是小可无相像。若是会当有2批老师一段时间。小可换一个调整者，咱伫教会伫奉事，咱嘛毋免甲家己贴标签啦，搭一个标头。啊，若有代志拢找我，啊，若要无用拢叫我。咱会当安尼服务是足好的，拢是咱毋免甲家己搭标头。恁拢去领受上帝话去安静，啊，无用互我，咱。毋免安尼，主要所付出伊的生命，伊嘛听咱，伊逐日逐时拢临在伫咱的中间，所以伊咧叫咱
叫咱来亲近伊。无论讲咱伫家庭生活、教会奉事、社会关怀，也是特别伫做遐个欠缺受看见的人的好手边的上司，咱会无用，心会超凡混杂，会恶杂，咱就倒转来主耶稣的脚前，伊在叫咱，伊在叫咱，伊要听咱吐露咱的心声，伊要分担咱的重担，伊要帮助咱奉事，伊要解决咱改投，知影意思哦？该投诉啦，该讲的话，咱困难该摆在第一，伊会想说咱开力，会智慧，想说咱开力，伊嘛会替咱解决一寡问题，也是甲咱讲，你着安怎做？这个代志，这个事业，你安怎做？真重要，就是主耶稣要互咱亲近伊，互咱会当活出伊的款式。咱活伫即世间，真正需要实在是无偌济啦，几项啊尔啦，总是需要的，干那一项。即项，佮别人袂当甲咱抢去，咱来到主的脚前，安静落来，听伊的话，对伊吐气，甲头讲出咱的心内话。这是咱生命基本的一项代志。安尼，咱所得到迄份，拄拄亲像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逐个支族对上帝所领受、所应允迄份土地，上帝分予逐支族，你即支族有迄个土地，即块土地，上帝要予这个支族的产业，咱会当得到，无任何人会当甲咱抢去。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满心学了感谢你，你的拯救，你的赎回，实在是遐尼奇妙，你的听阁遐尼大，若互阮会当换心，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嘛要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你恩典的声、恩惠的声，在咧叫阮来到伫你的脚前，谦卑做你的门徒。父上帝，阮爱对你领受，你甲阮应允，甲阮准备迄份。愿知你通过阮的主耶稣对阮的呼召。甲拯救迄份，无人会当甲阮抢去。愿阮对你所领受的即个应允，堪得归荣光互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过来吟回应的诗，唱诗。第33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所以当
我全部何塞敬拜，但求天父感化我心，体贴情人的情，快乐的人甲伊快乐，有阮予伊安宁。我心思时刻点睛，安慰别人无停。我踮世间无论倒位，无论担当啥志，求父赞我甲人三好，心心地行无事，使我谦卑忍爱的心，做你切应专一。天父有你带去赞我，人祈祷为正，赞我一生受其安分，常常甲你同行。早期甘愿看做秘密，应显天父上帝。我做仁爱的白切应，袂捌受着拘束，因为心内承受真理，做囝袂做奴仆。我若常常刻期待人，就得自由大好。阿门。请坐。即个咱要来奉献，由秀英技术家缅甸执事来书献。
我来报告甲通知，未报告大声咱来读即礼拜金句吼。咱用迄个台语现代台语译本来读吼，咱连续来读2遍吼。来，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拣到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路加福音10章42节，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拣到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路加福音10章42节。后礼拜的事项表甲论德表吼，有论德的同工，请咱注意吼。过来教会消息，今仔日真多谢张宗良牧师前来主理礼拜甲讲道，多谢伊的辛苦吼。咱后礼拜是要邀请即个圣路易牧师吼，即摆伊是伫中基咧做义牧吼，真正来主理礼拜甲讲道。过来第3点就是咱教会第2中组的清茶场吼，对7月份会当阁续租1年吼，请咱兄弟为着清茶场1年8万块的租金来关心甲奉献。二中的学校有甲咱歹势吼，因为因即摆咧做作，爱做迄光电，有一寡物件放伫遐，造成咱真大的困扰。咱总务部长嘛有去甲伊即个交通过吼，咱若无位通好停，会当停去二中的大门口吼，当然爱行一下吼，咱兄弟甲注意一下。若有迄个后一季的新眼光，请有要新登记的，甲去迄个办公室登记吼。过来通知咱各团契吼，毋忙伫即个6月18进前，咱将咱后一季的服侍，也是团契的聚会内容，咱尽量较早会当交互咱的安琪吼，来编排。过来通知6月11，就是后礼拜日，咱咧伫1楼副堂要召开定期的中集会以及临集会，请咱会长若无伫遮，咱的顾问若知吼，甲通知咱伫后礼拜。过来迄礼拜6月18，咱要举行圣餐，请兄弟备办心来参加。是咱的小会议长张宽牧师要来主理。咱关怀小组有知影讲，咱的即个母亲节的迄落吼，咱后要去探访的，会当请伫办公室吼来甲行政干事提吼。咱后礼拜要举行6月份的寿星庆生吼，咱注意吼，若有老高的，请迄个聚会执事来见证。咱等下嘛，阁有迄个罗曼吼，甲歌剧吼会当来种吼。听讲即一两礼拜吼，伊会休耕啦吼，因为人咧问讲啥有野虫吼，伊是讲迄个天气热吼，土咱迄是有机的无全农药所以讲吼，添加蛋白质买着你就趁着无等于爱洗啦吼。较早我买的是拢用青食，小可冲者用青食伊即摆伊有野虫吼，你小可爱注意一下吼，上好是杀一下安尼吼，安尼无你就食迄个炸西米吼，生肉吼，迄个这是教会第1点甲第2点啦吼，咱第即个主日学伫3月要健康中心要即个亲子的夏令营吼，听讲真踊跃。真久无看到安尼真久无看到安尼吼，要报名爱早，即马听讲校长有透过个关系吼，佫甲争取，因为已经超过30个有透过关系要佫去甲伊增加即个房间的人数吼，毋忙为着即个代志来注意啦吼，咱厝里若有囡仔广告一下，因为即个3月吼，我有去勘察地形啦。
一个真趣味的所在吼。拜六是伊的安息日，所以讲伫拜六下晡5点进前，你啥物会拢袂当做啦。所以讲伊3点互咱入大吼，算已经是真大的通用啦吼。就是讲伊5点进前，连去打球场拍球也袂使，去游泳也袂使哩，行路爱足慢的啊，吼安尼。啊，当然这拢会用克服啦吼，所以校长伊有真好安排伊，吼啊，这是甲大家讲一下吼，了解吼。还佫咧收安息日，啊，咱长官咧祈祷，咱阮即个兄弟同学咧查经的时讲，咱这叫做拜真神用假心啦，听有无？都有来也好，无来也好，啊，拢好啦，吼，袂使安尼吼。咱这拜真神爱用真心啦吼，这甲大家。社青团契等下嘛有聚会，吼啊，咱啊迄落会当来参加。啊，四海读经继续拢伫拜四有咧聚会吼，啊读圣经吼，就是读圣经啊吼。头仔牧师讲，读圣经啊甲祈祷吼同齐。牧师甲我戳中我的痛点。我拢读圣经足骄傲的，伤骄傲，我拢无祈祷啥咯。因为伫迄全家遐吼，我感觉祈祷怪怪的，毋知去用当作笑的无？啊，这是讲笑话啊吼。啊，伊是头拄仔甲牧师咧分享啦吼，毋是讲读圣经真熬啦吼，啊是讲甲伊分享这新译本啦。我主要是咧甲伊分享新译本。咱今日咧读吼，讲号做斗骹手啦。斗骹手就听较有啊，吼！啊，咱的台语汉语本吼，罗马语讲，进前讲耶稣入一个乡舍，捌听过乡舍无？毋捌啦。啊，若讲砖头，哦，就小可捌听过。啊，即摆的现代叫做啥？你知影？社区啦，哦，即个社区，咱足济的社区发展，哦，则发展协会。啊，这拢是时代的进步吼，袂要紧，毋是牧师讲，毋是毋对，啊是用现代的话语来读上帝的话，吼啊，甲大家报告。然后具体的关怀啊，为着这兄弟的身体健康来来祷吼，甲关心注意吼。啊，咱协会主千节嘛，逐礼拜拢会敲电话来关心咱的这兄弟吼。过来，其他的部分消息、教界的消息，咱大家甲来注意吼。过来是顶礼拜的奉献报告做领收，吼啊，若有错误的啊，一定会给你甲财务部来反映吼。啊，即个伊今仔日无新来的朋友吼，啊，即个时阵咱要为着这具体的关怀，啊是咱即礼拜。所受的恩典，咱有出声无出声，拢会当吼。咱伫遮讲道的时间，咱为着遮的来祈祷。亲爱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是国际关怀环境的主日。阮也注意阮的环境，当伊看到阮的后壁的溪已经无水的时阵，已经有臭味的时阵，阮着怎样做？所以求你帮咱，阮注意关心人甲万物的关系。阮的物种已经常常得消灭，所以求你帮咱。互阮的徛起的住民，拢会当注意环境是阮的老母，啊，互阮常常用万物做阮的朋友，毋是用阮家己来做主体。阮这步是你所托付的管理者那尔，为着阮这礼拜所受的恩典。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
相时阮也为着阮的白疼的兄弟、明月姐、万幸姐、郭聪明牧师、庄武雄老师、岳万姐以及姚生执事也确诊，求你拢平平照顾带领，互因的身躯，互因的工作，拢得到主你的帮衬甲看顾。也为着阮的学生朋友，伫即个要休赖的时阵，因有会考试，也是申请学校的，拢求助你亲自带领因，有好的智慧来选择因未来要就读的学校。阮有侪的兄弟姊妹，因的辛苦病痛，总是有当时因的心艰苦白白，无爱人知。阮恳求你的圣神，用未讲出的吐气来替因代求，互因的心开阔，灵甲你直接。祝你的话语常常帮衬，互阮做工会得到工价，互阮的兄弟姊妹经到迄个上好的迄份，总是阮也爱时常转来主你的脚前来听主你的话语，而且阮也阁亲像马大一般样来实践主你的听，伫阮兄弟姊妹的中间，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阿免。兄弟姊妹，请咱互相来请安。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咱来吟这个上营的诗515首。吟诗后，请牧师来祝祷。圣诗515首。是圣天悲愿感谢你，求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衬，甲众人同在，
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门，阿门，阿门。咱礼拜到遮。